員啦，咁我都好多謝係電影嘅行政主席，佢安排咗一個咧電影選角大賽，咁我就好幸運就贏咗冠軍，所以好順理成章咧成為呢套劇嘅女主角啦。咁我亦都好勇敢，我覺得自己將自己真實嘅故事咧係拍成一個攞出嚟做一個題材，拍成咗呢個嘅電影啦。咁喺呢個拍攝嘅過程當中咧，的而且確我哋都遇到好多挑戰啊，亦都遇到好多啲唔同嘅困難同埋挑戰。但係我都好睇到個團隊嗰個合作嗰個精神啊，係啊，咁我哋都係去想辦法去解決唔同嘅問題、唔同嘅困難、唔同嘅挑戰。最後我哋呢個 BB 仔今日就可以出世。咁我亦都喺個過程入邊咧，其實我係抱住一個，因為我從來都唔係未拍過電影啦。我以前有做過舞台劇，有做過歌舞劇，但係電影真係第一次。我今次咧亦都係好盡力去拍呢個電影，我攞咗自己啲私伙嘅服裝，超過20萬出嚟拍呢套戲，就短嗰20幾分鐘，我換咗12套衫。希望你哋陣間就都留意下啦，可以。